来看宜兰市国立南阳女中第2校区的宿舍用地哦，学校向教育部争取预算，要来起新的宿舍。也毋过，地方是认为讲，新的宿舍的地点哦，位伫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应该爱改做公共停车场。宜兰县政府嘛表示讲，学校应该嘛会当来规划做公共停车的空间，所以已经报请中央来协调。 宜兰市新隆甲南门商圈是在地人丁上济所在。伫商圈附近的南阳女中第2校区，最近学校已经争取到预算，要起新宿舍已经摕到建照，不过地方所有反弹的声音。既然政府有这土地，咱尽量好好来使用这个土地，莫去浪费掉。去这当了，这个土地整个拢破坏掉。 地方认为讲，学校起新的宿舍应该开放公共停车的空间，对解决当地人停车停车的空间煞无解问题才有帮助。不过学校毋但无为新的宿舍规划地下停车场，校舍还佫直接起伫土地正中央，根本就无开放公共停车空间的可能性。新宿舍工地现场已经有围纳式的围栅，不过怪手已经停止运作。这个土地放伫遐咧用已经真侪年，因过社区要打造做生态公园。 即马公园已经互工程破坏，安怎维持公共性，各界拢真关心。不过学校烦恼讲，若无赶紧施工，预算的执行率无好，教育部补助宿舍工程的经费，恐惊会互收断去。我们近期已经有请工程会来召开相关的一个透过中央地方建设平台来召开相关的协调会。官府认为讲，学校嘛是兼公技公部门的角色，应该思考安怎回应地方的需求。 还佫配合政府整体的施政，已经有请学校暂缓施工，嘛甲专案报行政院多向地方公共建设平台来协调，希望会当有完满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